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玩具人兒英生活呢個頻道。最近最 hit 嘅話題當然就係尋秦記啦，所以今日我都同大家講講尋秦記。我啱啱今日睇完，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嘅。未講戲之前呢，就先講下呢點樣去睇戲啦。當然我哋喺網上買飛啦，我係去曼城市中心奧丁嗰間戲院度睇嘅。本來呢就諗住早啲出發，絕對唔想錯過一分一秒嘅電影橋段啦。因為聽過有啲人遲到入場，卒之就連究竟套戲點解開始都唔知，咁我唔想有啲咁嘅失敗嘢啦。但係奇就奇在戲院道門冇打開嘅，仲係鎖實嘅添。我哋周圍去揾下，期間都遇到若干位香港嘅朋友。結果我哋未睇《尋秦記》之前，就自己上演咗一幕《尋門記》啦。好彩到最後，有人發現有張 notice 貼喺度，話套戲開畫之前15分鐘門先至開嘅。於是乎咪周圍巡下，翻轉頭再入場咯。大家如果要去呢間戲院睇戲，下次就唔好太過早，當然梗係唔好太過遲啦。因為呢套電影開畫前嗰啲片頭或者廣告冇想象中咁長噶。我大概計個數，15分鐘左右就點都會開畫噶啦。所以真係唔好大安旨意，早少少入去坐定定好過啦。講咗少少去睇戲之前嘅事，而家正式講睇戲啦。其實我估好多人都知道電影嘅主要橋段係啲乜嘢，不過我都略略講少少啦，我唔會劇透嘅。不過呢啲既然大家都知嘅嘢，我都即管開晒口講啦。故事主要當然係指古天樂飾演嘅項少龍同佢兩個老婆同埋其他家人滯留咗喺古代嘅時空，有成10幾20年啦。突然間有一日，趙盤即係嬴政啦，再去揾佢，而且行然咁話俾佢聽，喂，師傅，你嗰個時代又有人走嚟我呢個時代搞搞震，我嘅士兵完全唔夠佢哋打，死傷慘重，呢鑊真係要你幫下手先得啦。基本上故事好直白嘅，故事咪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咯。項少龍咪介入咗呢件事，變成一套完完整整嘅動作片咯。不過電影入邊有一啲嘅對白，對於我哋呢啲離開咗香港嘅人嚟講係特別有感觸嘅。主要有2段嘅對白啦，都係項少龍講嘅。第一段就係話，唉，如果有機會，我梗係想翻去，即係指香港啦，去嗰度睇下啦。第2段對白就係電影第2個結局。嗱，呢套戲有2個結局嘅，大家唔使擔心，坐定定喺戲院嗰度呢，就自然會睇到，唔同 Marvel 嗰啲電影咁匿埋喺二邊等你離開咗先播嘅，佢照播嘅啫。句對白就係咁講，再見啦咁多位，我以後唔會再翻嚟噶啦。至於佢個係咩場景，唔好意思啦，為免劇透，我唔會講嘅。令我好有感觸，我哋呢啲離開咗香港嘅人，當然真心掛住香港啦。見到香港而家嘅情況，無論經濟啊，各種嘅社會壓力咧越嚟越多，又有好多點樣描述好呢？一放假啲人就諗住返大陸都好啦，總之就唔好喺香港。有人就話怕見到啲差佬喎。其實以前我住喺將軍澳，每逢大概11月，周同學過身嘅週期
真係成街都差佬㗎，啲人好端端無啦啦着住晒戰術背心，當晒成街啲人好似反咁樣。喂，大佬啊，真係嚇死人啊！我嗰陣時都真係唔係好想落街㗎咋，喺嗰個週期。有人同我講元朗都一樣㗎，元朗就梗係指721時期啦。不過返香港嘅心願，如果港共政府唔倒台，怕且都冇乜機會實踐㗎啦。所以聽落去都真係有啲難過。好啦，第二段對白。嘿，各位，我走啦，唔會再返嚟㗎啦。我諗起以前我都喺呢個 channel 度講過，日後就算我哋返到去都好啦，我都唔會留低㗎啦。而家我嚟咗英國，建立咗自己嘅家業，就算有機會返香港，就或者港共政府倒台之後我返香港，頂多都只不過係同大家煲底相見。我話過未來嘅香港係留返俾仲忍耐住堅持住嘅嗰啲香港人，我哋呢啲出咗去嘅其實係冇資格同大家分享呢個嘅成果嘅，我哋頂多都係分享快樂。煲底見完之後分享完快樂，我哋咪各位，我走先啦。雖然未至於話永遠都唔會再返去，但係永遠唔再返去嗰句係電影對白，唔係我嘅對白嚟㗎吓。不過要我呢啲乜鬼嘢家業都賣晒走咗嚟英國嘅人嚟講，要我再返轉頭喺香港重新開始，真係唔使旨意啦。講咗咁多，不如等我分享一啲觀後感啊。我自己呢，就對嗰啲充滿擦鞋味道嗰啲對白呢，相當之敏感嘅，呢套戲都唔例外。嗰啲 Made in China 好正㗎，又或者話哇，香港而家咁先進㗎啦，等等嗰啲對白，即係有啲哽耳嘅。不過作為一部合拍片，打算拎返國內度播嘅呢啲，我哋都見怪不怪啦。情況就好似林夕喺電影主題曲嗰個填詞人嗰個位置嗰度消失咗一樣啦。唉，明嘅，唔通你要求啲黃店喺香港仲貼住反送中口號咩？未死過啊？喂，大佬，人哋真金白銀出嚟做生意，想賺錢，又唔係出嚟想政治宣示，更加唔係想招惹是非。作為觀眾嘅我哋都明白原因嘅，啲玻璃心想自嗨下，咪睇下委內瑞拉先咯，我冇所謂噶。總結一句，如果想重拾一啲香港舊情懷，又或者乾脆話支持下古天樂，大家可以放心入場嘅。好啦，今次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如果對我嘅 channel 有興趣，請 subscribe、share、like 同埋俾個 comment 我啊。下次見。